大家好，也下呢又到跟玉美老師共下運動瑜伽時間了哦。今晡日啦，玉美老師呢要帶大家複習哈，樣的從頭拿，從頸肩，從肩頭，從肋骨、肚臍到腳下去，哈，當你放起來，因為咧運動要做乜個動作？假使講，鄉親朋友呢，看玉美老師還無超66歲，哈，身體的想法啦，哈，身體的各種靈活啊，你就提講玉美老師的想法的情形怎樣的？我記得呢，我個當好的當有名的中醫生的個好朋友啊，佢啷個講一句話，佢講不管你做瑜伽也好，運動也好，你做乜運動都很好，哈，最重要的要早睡早起。佢講假使講哈，日頭一出來之前你放起來，哈，日頭轉起的月亮出來的時候，你就該睡覺的時候睡覺。最好是5點到5點半上床，哈，9點半，好，莫多講9點半啦，10點睡覺，讓身體充滿陽氣，除了食之外，哈，好，那睡眠。好，各位睡眠最好要早睡早起。最好是日頭還沒出來，迄頭班人講，日頭曬死會再放起來，這是不健康的。好，日頭還沒出來，你做放床做嘛？好，做呼吸啊，頭吸啊，做關節與腺體啊，做玉美老師教我們的動作，給我靜坐一下。好，這是打開一天的開始啊。那放床第一件事情要做乜個呢？好，大家記得咯，早睡早起哦，哈，那9點半，莫講9點半，10點以前最好一定來睡。哈，沒辦法的時候，你做唔得超過11點，你都超過11點去，你吃較好的東西，哈，你保養較好，你吃較多的健康食品，對不起，身體還能要付出代價。沒睡到個修補身體細胞的美容覺、健康覺，哈，過來，然後起來。除了我要教大家做運動，從頸肩開始啊，肩頭開始，最重要的給大家一個觀念，放起來一天要喝一杯茶，一杯水，溫開水。我所有的從我帶所有的係我帶從小出生到也係小學2年級8歲的，我9歲，做係我自家圖。佢從來一手看醫生，沒一手生病，因為阿婆同認真放起來。一天4分鐘是一杯溫開水，哈。故說你假使如果你愛你的家人，你當愛照顧，你當想也不可愛人，你請做一個榜樣，你去個先喝個杯水，這杯水呢，我幫助你排便，哈，排尿排毒，因為人睡沒睡一暗不會樣，個腸的啦沒蠕動，肺活量動些。好，血液循環冇馬停通，故說你放起來，好喚醒了身體的細胞。最重要的是那一杯溫開水。啊，適多適少，你自己感覺，你來吃到你吃的舒服，莫勉強。那喝水哦，很有一個當重要的個關鍵哦。你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喝，一口一口的喝茶，好，你吃落去身體。給滲透到你的細胞，好，你講是當家一口氣就匆匆忙忙吞落去，好，你直接從你尿道排尿就沒了，好，還有當中要當初一個觀念，頭擺我們唔對，喺我自家哈過去不斷的上課，我上禮拜將從印度轉來，好，不斷的上課，老師不斷的教我，吃茶的時候要坐定食。不管你吃茶也好，吃飯也好，你坐定食，你要胃怎麼好好的消化，才唔會緊張。好，唔好知道講啊，玉美老師講一道，唔係廢話。你看玉美老師的精氣神。我早晨一來錄影之前，好，我7點半出門，我7點半以前我是1000cc，慢慢的喝，我5點上床，我慢慢的喝。故說我規日咧，我唔是適當多睡，好，我就可以。保持安尼身體啊，唔是一次去做偏鬆，我就可以好好的同大家分享瑜伽。這就是因為喝水，我細胞裡面充滿水分。
個平常呢，我一天有喝2000cc 到3000cc， 哈，有療效有醫療效果有吃到有對身體的排毒最大的幫助。你做的20到3000cc， 好，最基礎的那是2000cc 的水。也係玉美老師很懂感恩，講有今日有安尼身體，好懂感恩，安尼客家電視台有安尼機會，本來同大家分享。唔要總係做運動，喺我生活度方當重要一個小細節，哈，做些睡眠時間，哈，各位嘅運動，就唔是講嘅咩，特色做同大家當到嘅當重要嘅，哈，真係做些嗜睡，哈，還有個洗身啊，頭擺啊，也係科學當發達，就用個小娃安尼沖起來洗身，啊，記得頭擺阿婆嘅時候呢，坐墊呢一個墊呢，哈，啊游水啊洗身。故說，我瑜伽2000多年的個傳承，教我就講洗身要坐凳洗，哈，盡量莫起凳洗。坐凳洗可以放鬆下細胞，放鬆下內臟，哈，讓人能量唔會消耗。個按你洗的時候呢，也個起凳的時候呢，你個氯啊、個雜質，很容易吸到人個肺度哈。故說洗身，看老祖母的智慧，坐凳洗身。好咯，人家用當家的時間來用行一篇哈，鋼筋檢討哈身體，做就是放起來，是茶是水，好過後記得溫開水哦，好慢慢的試哦，事後以後準備，天天的做總溫和的關節與腺體哦，張開式鋼筋吐氣，好吸氣，好吐氣。做兩遍之後，這樣時間這樣拉啊哈，吸氣，倒看，你自己做較多邊單位啊哈，好慢慢的，好前面後背，好左片，好右片，記得咯，行行多了，唔好按呢，你按呢發，後背鋼筋會受傷，一定要吐氣的呀，好右片，好左片。我記得咯，也係當重要的好動作哦，好右片左片，做好些呢，好烏龜伸緊式，好你個骨葉有嘛哈，骨葉，好骨葉跟它來要給安尼講緊，其實可以活好幾百年，有嘛？吐氣，吸氣，好壓下巴平呢，好轉來，你可以手柄個向前。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好，一隻動作係非常非常重要。好，做完了記得哈，鋼筋咧收收啊，好，然後佢用輕鬆，好，各位哦，肩膀肩頭先抬肩，好，放輕鬆，好，抬肩，好，不用輕鬆，你看很簡單吶，又很好用。你看，人家是講，玉美老師真嘅，行業的精氣神十足。我做些當然做呀，關節與腺體做些懂深層的哈，好，好肩膀，好各位繞圈圈，好繞圈圈。你做輕簡單呢，好前面當行後背，好前面當行後背，好前面當行後背，好反方向哦。好，也係玉美老師呢。當日好都靜坐以前哈，吃早餐以前，好喚醒人呢，所有一安補的細胞，好給它活過來，好，然後給有一天的能量，好面對你的工作，面對你的家人，好甚至於面對你的壓力，好安呢，好做，就做最簡單的，好檢討做好以後，肚式，好也還沒，吃茶吃落去哈，肚式差不多往下降些，好，肚子收放，也還沒一張動作沒，玉美老師當然會做誒，好，安尼等下做一行通誒，你做一偏手誒，哈，慢慢的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吐氣，吸氣，哈，肚子做幾多以後，也會轉轉哈，你手表呀哈，有沒有前面右片後背左片？好，安尼也動作當簡單啦，又當舒服。你做錯，你就可以偏手誒，就是一天要上偏手，
排毒啊，皮膚才會漂亮啊，好，也給安尼肝臟排毒啊，也給血液排毒，好，一天呢從也給排大小號胸下哈，好，胸要反方向哦，好，反方向，好，吐氣，你看玉美老師，你數標了呀，好，吐氣，好，慢慢的抽蛋哦，你就抽蛋，好，通常啊，安尼做呀這些動作，抽後葉，好，慢慢調息，好，我的動作抽後葉呢，我就會靜坐一下，好，眼睛閉起來，呼吸，好，看兩個鼻尖，慢慢吸氣，慢慢吐氣，好，我就會慢慢的，好，對呀，做靜坐，好，抽一下，我就會去偏手誒，好。很多朋友有聽下中嘛，也是當珍貴的老師的經驗哦，也還先歇困一下，休息一下。很多朋友，繼續來做運動了。前面呢，帶大家呼吸陽經啦、肩頭啦、野味啦、肚臍啦，好，然後呢，下半身啊、腳啊、手，要做。下半手個腳好合起來，要做。然後先抽張來，從開始到了哈，玉美老師做運動個哈，最後教大家講，抽到呀，等呢1/3。好，尤其上做餅哦，做餅講板凳做1/3，好，其實唔係啦，係因為哦，人哦，男士關係，你他就會變安尼。故說你抽安尼時候抽張，然後有椅背呢，安尼等呢哈，不管碰等咩好，等呢咩好，一天會有後背咩，你也就利用那個等的後背多點哈，好，你看也安尼高度哈，安尼等的高度哈，等下我要放起來，好，我要放起來，也本大家看前面這些，那安尼高度，安尼降緊呢，人家風池風府穴有個穴道，好。利用等呢哈，不用多呀，抽等也不用輕鬆，好，安尼不用輕鬆，好，你就按摩右片，好，按摩左片，你就先按摩一下，好，先按摩不用輕鬆，好，你就安尼立過來立過去，好，立過來立過去，好，也就是利用等呢哈，好，那個面床角、面床頭，你這個自我按摩，好，自我。給安尼疏通，給安尼豐富風池穴，較唔會感冒。好，然後玉美老師呢都順康，安尼幫你看咯哈，你看較清楚哦。好，安尼，你抽蛋油嘛哈，你抽張來，好，變蛋，好，給安尼野味較下落一絲絲的，你就不用多了。好，安尼，好，你就抽到呀。好，也係空空的話，你就可以不卡有抱枕呢，好，有枕頭啊，你不用等，好，強強的吐氣。好，立過來，好，立過來，好，安尼按摩兩個風池豐富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不用輕鬆，做幾度誒，你就不用多呀，好，吸氣放起來，好，也係利用等的呢，本做按摩以後呢，人家同樣做好嘢，好，也轉過來轉過去就較順翻咩，有冇？玉美老師有講。你講落枕的話哈，好，轉野味嘅，我做乜個，哈，還冇年紀大些，你拿書會拿後背拿個偏手的紙，你就會拿唔到，好，故說你抽蛋的時候，根本你，然後玉美老師教我們做瑜伽，你抽蛋的時候，你從肩頸的神法，好，肩頭的神法，野味的神法，好，個抽好去還記得冇？同樣，啊，玉美老師呢，當愛做呀，安尼動作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好，轉過來，好，安尼廿個穴位啊，就開始順翻咩？好，家下廿個肩頸按摩好嘢，就開始順翻。好，吐氣，好轉來，好，慢哦，慢慢的吐氣，好轉來。你就不用等做，你就不用等呀，那個就唔是做。好，最重要就是你呀抽張來，也唔好停動，你就不用等了，那個就唔是做哦，你就停到呀。那個就唔是做，那個就做好誒。好，你記得玉美老師講一句話。因為兩個紫色的管線，好，你就按呢吐氣，好啊，那
你做呀，你做血管系也腳放起來，好，安尼吐氣，個安尼，個做較深層的吐氣，好，一共數打開來，你數打開來也胸脯怎麼打開來嗎？好，慢慢的，你就做更深層吐氣，好，都要扭轉，好，肚子要順利去哦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打開來，好，坐上來，好，最後安尼啊，玉美老師。健康最後安尼落來都神發生，你喺愛坐到呀坐張張哎，規日咧看手機，每次都當浪費時間，咩浪費生命，哈！各位也下演出同樣做另外一篇哦，玉美老師轉來轉去，立來立去，所以味道一本看較清楚的角度，你說你講做正確的角度都來，好同樣哦，好，你就坐上來，你就聽聽的，你說按你之後有咩？按你。好，也係玉美老師當日我做的動作，好，玉美老師也係就係複習講，你坐等等的個精華的動作，好，慢慢吐氣吸氣，好，慢慢的吐氣吐氣，好，慢慢的轉來，好，你按你鬆，也沒打開來啊，你就唔好按你彎腰駝背，也沒打開來啊，肩頭沒打開來啊，身體坐上來，好，故說呢，你將家下嘅隻腳搖，也隻腳沒搖，好，所有的報道啊，所有的醫學醫生講，你就講你不要摸翹腳，好，安尼發唔會骨盤啊，身體也不平衡。人家翹腳係有覺知的，係有覺知的，佢在做運動。故說你安尼的時候，你就個轉來，好，要安尼吐氣，好，你安尼要動個較強哦，好，延展度較強，好，慢慢的你過安尼。好，慢慢轉來。好，還記得嗎？我之前教大家腳，好，腳可以按呢，數沒可以哦。好，你們數沒可以按呢？我記得了。好，最後按呢，你順勢來做腳，你記得腳，你就記得數。好，同樣咩？右手在上，右腳在上，好，右手在上，沒同樣。好，慢慢的不用輕鬆。好，按呢。好，左腳咩個？做腳，好，做數。好，玉美老師讓我們複習講，你還記得嗎？記得之前教的嗎？好，你看到動作，你就會記得。好，也就是坐定的時候，手啊、腳啊打開來啊，好合起來，好當精華的姿勢個動作。好，也玉美老師放起來了，放起來呢，好，同樣加下起定呢，坐定的動作咪同樣啊，哈，坐定按呢。腳撈起來，其他沒同樣，你就可以練習腳彎起來。好，你們可以扶凳呢，按你比坐凳行較強。好，同樣啊，有腳，好，假使講你輸了腳，冇辦法向下做，你就先做腳。好，按你慢慢的吐氣，好，不用下來，好，鬆啊。因為哈，你腳，因為老師同大家分享講，你腳嘅個按你。習慣性啊，那瑜伽就是反地心引力。平常按呢，好，你老是按呢 happy 的時候，對那個熟悉啊、髖關節啊，給按摩會更深層，好，跟能量可以往內集中，都也給按呢核心的，給呢啟動兩個中脈，好，同樣哦，做腳沒同樣，好，聽呢，你假使沒辦法，你就按呢，你按呢就舒服點，你按呢就提講哦，你腳有力嘛。也個腳掌筋、腳趾頭，好有辦法嘛？他做對的話，你做老給安尼，好靠你去，你就安尼做，好慢慢的不用輕鬆，好也係腳的部分，數沒同樣，坐定，行動來，你數就可以安尼做啊，安尼沒做對，安尼就做對了，行動來就可以做，好，安尼沒還沒有給安尼蝴蝶袖啊、媽媽手啊、網球肘啊，好你就可以好練習。好，數的部分啊，大家拉側腰啊，嘛該全部大家就懂熟悉的咩？也係平常還唔會去做的動作。好，因為老師就都啲運動的時間哈，教大家講，你做你看手背啊，好肩胛骨啊，好你就可以來到，好慢慢的不用輕鬆，好這樣鬆啊，好。剛張過來就係拉側腰啊，還記得嗎？按呢吸氣向外，好向當哈，還記得嗎？也給按呢
安尼伸展輕鬆腰哦，也個側腰拉伸動衝腰哦。記得，好，當你做愛，也個脊椎愛好，脊椎唔會冇脊椎側彎，你都記得吸氣，好，吐氣，不用輕鬆。好，你豆腐卡的時候呢，你豆腐卡的時候還冇負擔，你起墊，你可以做的時候，你可以，好，你就可以起墊自己做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做安尼，你就做安尼來到，你就同樣也是健康的基礎，好，慢慢的吐氣。不用輕鬆，好，收進來。記得咯，右片有，左片沒有哦。板凳呢，板凳，好，你就可以做到較穩定哦。也是玉美老師，然後大家複習講，也個重點都來。你記得也是重點，你做也是重點那個重點複習哈，你就不能帶給你一整天的能量。吸氣做數，好，慢慢的向當空，好，記得冇向當空。好，來上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出來腰，好，記得了，要肚子唔好吐出去，唔好按你肚子太，肚子豎入來，好，按你吐氣，好，不能等你向板凳，對呀，吸氣，吐氣，好，慢慢的吸氣上來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不用輕鬆。好，也就是拉側腰呢，身體就是一個左邊，一個右邊。好，剛過來前面，好，前彎呢，前彎跟後彎，加後彎是大家變等的，搞大家講擴胸的呢。然後前彎就是慢慢的，好，你數板凳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好，不用多呀，也還當重要的哦，你就挺多呀，好，那麼你就舒展，不用多了哦，好，不用多了，你就這樣。你這裡啊，就當做放輕鬆休息，要做些前彎，好。你假使係冇負擔的東西，你自己做前彎的時候，你就按呢，吐氣，好，慢慢的吸氣轉來。你自己做起的呢，你要自己愛提供，用的係安全的，用的動作，好，對你係有幫助的，好。玉美老師呢，用短腳的時間，哈，按呢呼吸一遍，哈，側彎後彎，好，最後你要記得。接做一隻動作，記得咯，好，所有的鄉親朋友，一隻動作呢，係行到來做到來，係玉美老師非常推薦，非常重要的動作，就是轉腰，好，你負擔沒好，起得沒好，好，你就按呢，一隻動作係玉美老師，我拜託，鄉親朋友，唔可以腰痠背痛，好，唔可以身體硬高，你做一隻。好，帶脈的動作，按摩腰部的動作，好，鄉親朋友要記得嘛，好，你當一做帶俾人健康，並銀行存較多錢，好，給安尼所呈現出來的精氣神，很較珍貴哦，很較寶貝哦，很較幸福健康哦，好，今位認同到了，安子說。